开车上麻烦的一件代志，就是找停车位啦。我对阮兜来到台北市，总共爱1点钟，开车10分钟，找停车位50分钟。啊，找到找袂到，专靠运气啦。啊，顶摆哦，我伫中山北路捡到一个全色淡涂骹啦，但是哦，我伫中山北路找无一个停车位啦，所以伫台北市哦，找停车位比找到全色更较困难啦。阮哦，交阮太太哦去耍的时阵哦，拢会看相片啦。这是哦板桥的，这是沙尘暴的，这是淡水的。啊，即摆哦，阮看的相片是这啦，这是板桥的罚单，这是沙尘暴的罚单，这是淡水的罚单，啊，你爱6000块啦，气死啊！所以哦，我甲你讲，莫买车，多谢大家，我是吉祥。啊，我过一寡时间哦，10秒是无？啊，拄好来台一下蛇，我500-600块，可能袂讲，这我的时间都莫甲我阻止。师傅，伊有进步无？其实伊伫个影艺界已经10多年的，这个时间的这个磨练啦，今日这个表演算无及格啊。啊，但是最后伊好佳在有台蛇。对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规阵拢笑起来，这囡仔咯上惊，我咧甲因看，愈看伊愈紧张，所以头仔伊大部分的时间拢咧看别位。